買一送一，勁多人啊！全場都20蚊一個人，靚啊啲茄瓜。中意食辣咧就啱啦。哇，有甜品啦而。試下佢個漢堡包先，夾住個豬扒，扮豬扒，油炸鬼扮京都骨。呢個20年嘅茶葉，咁呢一個咧100年以上，100年以上的，好靚喎呢度，湯喺呢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青青。我身處後邊嘅背景就知我嚟到深圳嘅蓮塘口岸啦。我本身諗住今日咧去摘荔枝嘅，又係30蚊任摘任食。但係因為天氣嘅問題啦，之後咧我就改變咗個行程咧，就嚟呢度食30蚊嘅素食自助餐。我哋坐5個站咧就可以轉線啦，坐5個站。今日天氣咧勁大，如果出邊啲黑晒嗰啲啦。咁直行咧，前面咧就係地鐵站9號線嚟嘅啦。其實我哋而家喺 E 出口大劇院嘅 E 出口出到嚟啦，直行。依家趁冇落雨咧，行快啲先，同呢個天氣競賽啊！行快啲，行快啲！記得上一次嚟咧係地盤啦，依家仍然都係一個地盤，唔知整緊乜嘢啦。素食嘅自助餐其實好啱我食㗎，炒麵飯啊嗰啲我都中意食嘅。唔知我今次會唔會撞大板㗎？如果覺得好咧，大家都可以嚟試下咯。我就幫大家做一個白老鼠。我介紹蓮塘10蚊食到飽嗰間咧，其實都好多人睇啦，都好多人去試。不過咧喺留言區度話俾我知啦，入邊都好熱啊，冇冷氣啊，同埋好窄啊，好逼人啊。咁呢一間素食餐廳我見個評價咧都係好闊落嘅，咁所以環境係相對係比上次嗰間都好好多嘅。紅嶺南站。咁我哋仲有唔使驚，前面咧有廁所。如果想去廁所咧，都可以嚟呢個地鐵站咯。安檢啊過咗啦，佢 check 到我入邊有支水啊。有時咧好奇怪，有啲咧又 check 唔到我入邊有支水啦。9號線前灣方向。嗱，我而家咧就到咗紅嶺北站啦。我哋而家出去先，我哋而家揾個 D 出口。原來係11點半先開門㗎。咁我而家咧都係差唔多12點，時間咧配合得非常之天衣無縫啊！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我其實剪咗頭髮，剪咗一個好清爽短啲嘅頭。哇！我哋而家 D 出口出去啦嚇！誒真係喎，真係喺地鐵站出邊喎，我已經見到啦，係咯，超方便喎！誒見到啊，素絲名廚啊就係呢間。哦，素絲名廚真係自助餐，咦新開嘅喎，新店嚟嘅喎已經。買一送一，你今天39.9，2個人，兩個人啊？可以，你也可以現場買2個人拼1張券都沒問題。哦，即係39蚊啊，買一送一就。哦，自己哪一個？哇！127個，勁多人啊，全場都20蚊一個人，好靚啊啲茄瓜。你看輸入管呢？有麻辣燙，中意食辣咧就啱啦。全部都係素食，哇湯都有1、2、3、4、5，嗱有甜品喎呢啲銀耳羹湯品飯啦。每個月請個10個人來吃素。到咧我未食嘅，但係咧見到啲嘢咧全部都唔差。咁有漢堡包。有沙律啦，咩嚟嘅咧？唔知咩？豆皮、豆煎皮啊！哦，呢個麵筋咧好有咬口啊，烤雜菇嚟嘅。包起烏龜，哦，包起烏龜喎，包起烏龜，幫我炸一點吧。這個好吃，這個好吃，這個也好吃啊。啊，這個是萵筍一點。油炸鬼扮京都骨，好得喎！呢個有幾錢味？是嗎？哎呦，太好了！是嗎 ？Hello， 熱嘅喎，啲豆漿仲係，它的豆漿很好喝，熱的。哇，個豆漿幾好飲喎。佢啲菜咧好好食，同佢炒出嚟啲菜好甜。炒河粉唔知有冇食咧？呢個唔知係咩嚟嘅，炸咩咧？我見好多人食喎。好食喎呢個，好似天婦羅咁啊！試下個飯先。有啲紅味，嗰啲飯幾靚炒得，有啲咖喱味啦，同埋咧佢炒得好彈牙。
包好煙韌咯，豬仔包唔知咩嚟嘅，椰蓉，红豆哪料？唔係好甜都幾好食，唔怕。仲有淮山汁啊！試下佢淮山係咪真係咁天然先？淮山咧我都成日買嚟食嘅，糖都冇加喎，原汁原味喎，見皮又見胃。南瓜，佢仲有啲湯圓仔啊，好煙韌㗎，又熱辣辣，全部都係熱辣辣嘅，唔係凍冰冰嘅咯。加咗少少糖落去嘅。但係頭先個淮山汁咧，真係一啲糖都冇咯，攞太多，因為要食晒佢，你先至可以出去再攞。哇！有甜品啦，有芋頭糕，而家都陸陸續續有嘅。我其實都食得七七八八啦，真係食唔落啦。仲有呢個炸呢個南瓜球，有少少甜啊呢個，萵筍，因為啲蔬菜好食。啊呢個炒菇絲，我食埋呢第二輪咧已經飽啦，唔可以再攞第三輪啦。款式上咧都唔係話特別精緻啦，都係咁啊，同平時我哋香港食素食咧擺得好靚噶嘛，好吸引人咁，整色整水噶嘛，又整到條魚又整到一條魚出嚟咁樣嘛。呢度就唔係嘅，就係真係蔬菜就係炒成碟菜俾你食啊咁樣，但係味道咧真係都唔差嘅。好似我咁樣啦，今日仲買一送一，得20蚊嘅喎。喺美團咧，如果兩個人咧就29蚊咯，30蚊一個人咯。喺美團咧就會抵啲嘅。呢度附近啲人咧，呢度翻工咧就一次過買咁多券。哦，本來一個人來吃就39，然後今天就買1送1，哇！你買了很多張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。試下佢呢個甜品，夾住啲奶油啊，好似包師傅嗰個肉鬆貝貝啊，包師傅嗰個肉鬆貝貝，勁似咯呢個味，真係肉鬆同肉鬆係一樣味嘅，有啲蟲草花嘅菇味咯。沒過兩，好喝嗎？佢啲果汁都幾好飲嘅喎，試下佢漢堡包先，睇下好唔好食嘅先。夾住個豬扒，扮豬扒，食飽咗都食得落，又唔差喎，幾好食喎。今日咧太多人，因為佢今日買1送1，所以特別多人。啲薯條咧，喺度食飯咧，識好多朋友，搭台咧又可以傾偈。將翻自己嗰啲餐具咧擺翻去回收處嘅，願天下眾生無疾啊！食完啦，唔好搞震啦。有什麼保健？養胃，氣色香氣非常醇厚。哦。80年代的老六寶，這是70年代老六寶。哦，就是你是說80年代的茶是在80年代的時候已經有了嗎？對，放到現在啊。六寶它有3000年的歷史。哦，你說那個茶葉是80年代還是80年代的？80年代的茶葉，我可以給你看一下。那我這個是80年代嗎？哇，呢個20年嘅茶葉，咁呢一個呢？100年以上。100年以上的。那不可以喝了。你看它的枝梗葉才在這裡，是原來就是已經。哦，你也要煮啊？這個煮就過來就可以請他們喝，都可以長期喝到的。可以品嘗到跟我年紀一樣大的。我剛想叫你過來喝茶的，我說人呢？沒想到你就在這裡。你不是賣的吧？也是賣的。那一盒要多少錢呢？像這種一盒300塊。一盒就300塊。對，90年代的也是300塊一盒。哦，送咗2包茶俾我。哦，老單叢，媽娘同我分享嗰啲茶葉，老單叢係嘛？咁對面都係你開㗎？係啊。哦，好好啊。因為我哋已經都開咗兩個幾月、3個月，試營運咯。營運都好好啊嘛，生意都。它非常的快。綠寶茶80年代綠寶茶，你剛才100年的還要濃。100年，因為它還沒泡出味，它現在在面有帶一點乾的，乾苦的。對呀。吃飽了喝這個茶呢，覺得很舒服，很解膩啊。它的養胃吧，就是那個喝了人的新陳代謝就好提高。哦，通經絡添啊，佢話呢個茶有通經絡嘅作用。淨喺對面啫，行過嚟飲下佢嘅茶，同佢傾下偈。哦。過來的朋友想喝什麼茶可以聯繫我啊。哦，加他微信。好。好啦，我而家要離開啦，唔好打攪人哋咁耐，阻住人哋做生意啊。先喝6把可以吧？哦，那你覺得吃素對你身體是不是有很大的影響？吃素啊，對誰都好，人好啊，人大慈大悲才會吃素食，慢慢培養，這個確實很難。走向這一步，一定要發大慈大悲的心吃素，要不可能。喺呢個藝務中心呢，就係啦，
哇！對面咧就係網紅家具店啊，現貨供應。哇！好特別嘅家具，好似啲藝術品咁樣嘅呢度。哇！好似啲酒店咯。即地都，如果有間屋買呢啲都唔錯。原來即係全部都係賣家品，啲家品咧仲鬼死咁靚。這個裡面的芯也是包的，還是賣個套啊？芯也包。哦，多少錢一個的？哦，125喎，質地唔錯，幾靚。哇，這個挺漂亮的哦，價錢每一個不一樣吧？價錢是不是每一個不一樣？對，想全部都好高質，100零蚊一個。都是100多哦，大部分都是。那這裡整棟樓都是賣那個紮邊的嘛？都順啲100零蚊一件，但係設計咧真係好靚好靚。咁啊，香港而家家私都要100幾蚊啦。沒有看一下參觀一下，好靚喎呢度，放喺呢度。明天嘅派對一定很有趣，佢啲設計全部都好靚，我諗打爛咗咧有排賠嗰啲嚟嘅，可能唔知啲咩名設計師設計。K11可能就係呢個入貨，因為個分享好落差好大啊，又食嘢好平啦，去買嘢好貴啦咁樣，飲咗100年嘅茶葉啊，同埋80年嘅茶葉，同我一樣大嘅茶葉啊嘅茶。臨走之前呢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我個頻道，多啲支持我，等我有更多有拍片嘅動力啦。拜拜。